台湾是报道四季如春，天气好，要食好食的水果是免惊无。咱台湾规年冬天拢有出产果子，那种类济，气味阁好。为了要互囡仔熟悉咱台湾丰富的物产，中华有幼稚园特别编一套绘本教材好食的果子，用互动式的问题，这幼囡仔伫咧读绘本的时阵，就当真自然用台语讲出这果子的名。这本绘本也得到今年国教署本土语教材教学的这个佳作受因的肯定。囡仔人对老师一句一句大声讲出果子名，有金蕉、山野，阁有中华出名的大川葡萄掺社头芭乐。这是中华县大川乡大西幼儿园家己编的台语绘本教材。绘本设计者张婉丁老师用趣味有节奏的语词，互囡仔自然讲台语。我的册是用较简单的方法。囡仔较定定看到的，像果子，加入一寡色水阁有迄单位的名，互囡仔去熟悉。定定讲，定定听，定定看，因就知影嘛，足好记的。大西幼儿园5年前就开始营造浸水式的台语教学环境，除了果子的台语绘本，嘛有设计上课歌、手爱念谣等等。幼儿园表示，教材内容若甲生活经验有连结，囡仔咧学台语就真紧。其实阮真正是做浸水式的台语，对，就是对生活当中教囡仔去讲，譬如讲较早。食饱未？再会，这拢是平常时会讲到的语言，安尼去引导囡仔，豆豆去讲台语，互囡仔袂感觉讲这件代志是足困难的。幼儿园表示，幼囡仔时期是学语言真关键的阶段，透过生活对话、趣味的绘本、歌谣这个方式，互台语正做生活语言。嘛鼓励家长时代加家囡仔讲台语，为学校到家庭做伙营造多元友善的语言环境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